狄仁杰，在。听严大人说，你虽然是叛左之职，但却在汴州城里力抗权贵，洗冤无数，深得百姓拥戴。这次更是破解了普世殿凶案，化解了长安城的一场浩劫。虽然期间做了不少胆大包天的事，但也还是立下大功。所以，朕决定不计前嫌，更破格提拔你为大理寺少卿，代替王浩德之职。狄少卿，还不谢恩？哦，谢皇上。但是，皇上，人家有一事相求。说吧。皇上，人家不想当大理寺少卿，还是想做回汴州叛左。我是真不明白啊！你放着堂堂的大理寺少卿不当，非要去当一个不入品的什么汴州叛左，我真是不理解。狄仁杰，你是疯了不是？仁杰只喜欢和百姓打交道，况且叛左一职虽然身份低微，但却是最能体会民生百态的职位。只要你了解了民情，便可以上报改善。而国以民为本，只要百姓生活得好，大唐自然更加繁荣昌盛。所以叛左的作用，并不比这大理寺少卿差。好了，现在皇上赏你原地踏步，让你做回汴州叛左，你是求仁得仁了吧？这正是对仁杰最大的赏赐了。我说你就是个怪人。严大人，狄叛左只是为民当官，不练功名，这才是真正的贤臣。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才在民间做些实事，我们在朝当官的又如何下情上达？狄叛左，我浩辰不单欣赏你的才智，更欣赏你的为人。你这样的朋友，我交定了。难得蒋大人不嫌弃，那你这个朋友，仁杰也交定了。哎，武媚娘果然没有说错，她说你一定会拒绝入朝为官的。该寺一案虽然凶险，但仁杰却多了一个知己。武媚娘让我给你带句话，她想见你一面，以示感激。狄大人，还没有正式谢谢狄大人呢。客气了，仁杰也要谢谢您，要不是您的启发和镇点，恐怕仁杰这次也难过这一关吧。狄大人怎么老是你啊你的？入了宫反倒显得生分了。是啊，我都不知道该管你叫什么了。狄大人还是可以叫我媚娘。媚娘，过不了多久，皇上就会给你封号的。媚娘现在在皇后身边做婢女，不为了封号，只为了跟皇上相伴。等你生了皇子，很多事情就不是你能左右的了。你不要封号，你的孩子总是要有的吧？媚娘永远是狄大人的朋友。仁杰信得过你，不过这皇宫比感业寺要凶险得多，万事还是要多加小心。还记得媚娘刚入宫的时候，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，任何事都是随性而为。后来便卷入了一系列的风波。这花园虽好，但百花哪有不经历风雨的？媚娘在感业4、5年，已经学会了接纳和放下。凡事不争，自然福祸必至。所以狄大人请放心。凡事不争，福祸必至，希望如此啊。媚娘，那仁杰就告辞了。媚娘知道狄大人不会留朝做官，那现在去何处呢？回汴州吗？不，仁杰跟一个朋友有过约定，现在就准备去见他。看
狄大人的样子，就知道这位朋友很重要。那媚娘，祝你们幸福。人杰也祝你幸福。媚娘保重。狄大人保重。青子，姑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不要接近梦月小楼。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啊，这个梦月小楼里面有恶魔，他会诱惑凡人，让你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。所以你要记住，从今以后啊，千万不要接近梦月小楼，记住了？嗯。青子，你附耳过来。月灵之夜，到梦月小楼的阁楼上，点起走马灯，你会知道药王山庄最大的秘密。是你在召唤我吗？汴州叛左狄仁杰求见慕容姑娘。人杰拜见慕容先生。你们走吧。慕容先生，我家大大是受慕容姑娘邀约而来，烦请通报一声。狄仁杰，青儿早就知道你会来，但他说了，从今往后他不想再见你，请回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要见青子，当面问个明白。站住！狄仁杰，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青儿说她从今往后不想再见你，听明白了吗？请回吧。7年前，七夕夜，大漠的深处，充满了神秘传说的风之沙城内，正举行每年一次的星夜祭。这夜，7名神秘杀手突然闯进风之沙城，展开了一场大屠杀。没有人知道原因，只知道就是为了要得到风之沙城的城主加玛丽。传说，当时加玛丽死前唱的是复仇血咒，诅咒着7名从地狱而来的神秘杀手，并预言7年之后，风中重生，夜莺复仇。大大，大大，你要吃点东西吗？大大，大大，你已经待在衙门书库里3天3夜了，不
吃不喝会饿坏的。我已经决定了，要去长安赶考，秉承父志，当一个为百姓做实事的好官。狄仁杰，狄仁杰，狄仁杰！大大，大大，我叔叔死了！大大，怎么回事？快告诉我！我叔叔莫白云是我圣上唯一的亲人，他文武全才，剑法更是罕逢敌手。我的剑法便是他所教的，但这10年来，他杳无音讯。我想尽各种办法，都没有找到他的音讯。突然今天有人来通报，说叔叔来汴州，想见我一面。于是，我便去客栈，去见他。叔叔，叔叔，谁？我墨雨。叔叔，叔叔你怎么了？叔叔，喝水，来，快！叔叔，我看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得病了？我带你去见我家大大，他医术很高明的。没有，我没有病，我只是睡不着，好多天都没有睡觉了，我就怕一睡着就会做同样一个梦，好可怕！别紧张，叔叔。赢！叔叔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！叔叔，墨雨，你能不能帮叔叔了却一个心愿啊？你说，叔叔，你说。七夕，今年的七夕，你能不能带叔叔去大漠的风之沙城，去帮叔叔完成一个7年之前定的赌诀？这箱子里面放的是参加赌局的信物，还有我给你的盘缠，想办法，一定要想办法，成为这次赌局最后的赢家，然后把赢来的一切再交给风之沙城城主的后人。不是，叔叔，风之沙城我从来都没听说过呀。7年之前，你去大漠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叔叔从来不赌的，我从来不赌的。叔叔，可就在7年前，我在大漠的风之沙城赌了我人生的第1局。叔叔，我输掉了我的整个灵魂。所以你一定要赢。什么叫输掉灵魂啊？叔叔，你别吓我，叔叔，你别吓我，叔叔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你听到什么？叔叔，你爷爷来了！我不要！叔叔，走开！我不要！叔叔！叔叔。大大，如何？我家叔叔为何突然暴毙了？你叔叔是被吓死的。吓死的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你叔叔是得了病，他的病因就是因为心中的恐惧，所以这是心病，加上他长期没有入睡，身体虚弱，所以产生了幻觉，
看到夜莺大神来夺走他的性命，活活的被吓死了。夜莺大神究竟是什么来历啊？我也没有听说过，只是这让我想起了在普世殿找到洛红尘留下的那笔图案。你认为普世殿的秘密和这赌局有关？不知道，或许只是巧合。这莫白云7年前到底参加了一场怎样的赌局？又是什么赌局，能让他把灵魂也输掉？哼！哎，墨雨，你打开这个箱子了吗？还没有呢。看来你的下半生不用愁了。这么多钱财，是不是要当我的大大了呀？哎呦，大大你就别取笑我了，我跟着你又不是为了钱。这是什么？这面具有点可怕呀。叔叔说，这是7年局的信物。看来为了莫白云的死亡之谜，我们要去一趟大漠了。嗯，我们？当然是我们一起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天哪！啊！哦！你看到什么了？哎呀，除了沙还是沙。你看到什么了？看到了雨，又好像没有看到。你说了等于白说嘛。天上虽然下雨，但等同没下，根本没有半点雨滴落在大漠上。这就是幻雨。听沙漠的商旅说，只要我们看到了幻雨，沙暴就不远了。沙暴来了，我们还找不到躲的地方，那就离死不远了。哼，大漠果然没有来错。我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把酒赏沙暴。我哪根筋没有大队啊？跟你来大漠送死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是谁听到我要来大漠，便像吊死鬼一样跟在我后面不肯走的。哎呦，墨雨，你现在真是腰缠万贯了啊！说话都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这什么时候，主人变成吊死鬼了？哎呀，大大是墨雨失言了。不过大大明知这大漠绝非善地，却还要和墨雨前来，想必是想忘记慕容姑娘吧。慕容姑娘？嗯，哪个慕容姑娘？我不记得了。我来的大漠啊，只是为了修身养性，改掉自己这个多管闲事的毛病。哼，要狄仁杰不多管闲事啊，不如叫狗不吃屎呢。你不信我？赌10两白银，我不信大大不多管闲事。嘿，一张口就10两，你现在真是一身铜锈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狄仁杰如果还多管闲事，就输你墨雨10两白银。看来这沙暴离我们不远了。这见鬼的风之沙城根本就不存在嘛！这是叔叔死前说的话，没道理骗我的。我们在大漠里见过的商旅，我都问过了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风之沙城。明天就是7月初7了，你准备怎么办？等过了这场沙暴不死，再做打算吧。叔叔死前的遗愿，我还是要替他达成的。
喝几口马奶酒，吃一顿烤羊肉，咱们再慢慢的盘算着吧。走。这地方还不错哈。马马虎虎吧。哎，两位客官，哎，你们来的正好，这羊肉刚刚烤好，马奶酒也新鲜，在这里躲避风沙是最好不过了。老板娘，你别骗人了，这里又脏又臭的，哪里有好酒好肉啊？哎，外面除了沙还有什么能吃的？老板娘，来1斤羊肉，半斤马奶酒，再来2个馒头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老板娘，你来大漠开店有多久了？哎呀，过了七夕啊，就30年了。有没有听说过风之沙城啊？风之沙城？哦，对了，今天早上有一个商人说起过这事儿。说起什么？他们说小金窝发生了2件怪事儿，一件呢还杀了人呢。听说杀人的就是风之沙城的夜莺大神。请问老板娘，萧金窝是什么地方？关于命案，你又知道多少？萧金窝呀，就是大漠上的萧金窝。只要你花得起钱，萧金窝的主人霸千秋能实现你一切梦想。而萧金窝的赌场是赌徒们的天堂。听说昨天晚上却发生了密室的杀人案。密室杀人？据说啊，萧金窝有一处招待贵宾的地方，叫极乐大牢，是建在地下的，日夜守卫森严，连苍蝇都飞不进去。昨晚啊，一对男女客人要进行单独对赌，萧金窝的管事便带领他们进了极乐大牢，并把他们锁在房间之内。谁料过了约定的时间，这对男女客人却毫无声息，也没有要求离开。那对男女客人就死在了房间之内。你呀，只说对了一半，也错了一半。那男的死了，女的昏过去了。这醒来之后，坚决否认他杀了人。要是那女客人没有说谎，那这件密室杀人案就是奇案一件。那第2件奇事是什么？这第2件奇事啊，哎呀，还是不说，说了你们也不信。哎，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们不信啊？这第2件奇怪的事情是杀了人之后，这小鸡窝的人都听见了女鬼在唱歌。萧金窝死了人，又有女鬼在作祟，这地方是被人下了咒吗？正是啊，这风中重生，夜莺复仇，听说萧金窝遭了诅咒，这杀人的正是风之沙城的守护神夜莺大神。那天上飘着的也不是什么女鬼，是风之沙城的女城主复活了。萧金窝的人听到的也不是什么歌声，是魔咒。哦，你不信魔咒吗？这可是大漠，总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你让我相信夜莺大神可以杀人，死人能够复活，魔咒能够害人，你倒不如让我相信你这个老板娘是假的，比较容易。哎，不信啊，那就算了。我也是听说的。两位再加点马奶酒吗？啊，不用了，结账吧。这顿饭
我决定用一个骑士来和老板娘交换。哦，原来你们到这儿是白吃白喝的。不，只是这个骑士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而且还和老板娘有着切身的关系。你又多管闲事了。我没多管闲事，这件事的确跟我有关系，而且还是一桩杀人命案。这酒馆内有人被杀了，凶手一直留在酒馆内。老板娘，你想知道真凶到底是谁吗？这酒馆里有人被杀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看来客官，这马奶酒兑得太浓烈了，客官们是喝醉了吧？我没有喝醉，打从我们进门的那一刻开始，加上这酒馆里的摆设，足以证明我没有胡说八道。其实，首先发现有人被杀的人并不是我，而是我这个忽然富起来的随从。他的鼻子天生就比狗还灵敏，他有一个习惯，只要闻到人血的腥味，眉头便会不禁皱2下，不多也不少。怎么我自己有这个习惯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你却知道？因为我是你大大。要是有人被杀，那你们为何还要留在这里呀？不是我要留下来，而是他要留。我们之间打了一个赌，如果我再多管闲事，便会输给他10两白银，所以他硬要留下来，让我忍不住来管管这杀人的事情。只不过，我却发现这酒馆根本就不是你的。客官，你真会说笑话。我从来不会拿杀人案说笑。你说你开这个酒馆30年了，以你这么矮小的身材，怎么会将自己常用的碗碟放在自己拿不到的地方呢？还有，你的围裙也出卖了你自己。老板娘，你的手跟普通的女人手大小是一样的，但围裙上的油污手印却比你这手大得多，分明就是一个男人留下的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拥有这酒馆的不是老板娘，而是老板，是个男人，身材比我还高吧？这手印当然不是我的，是我老伴儿的。我说过，这酒馆打理了30年，但我没说过是我一个人打理的。平时啊，招呼客人、烧酒弄羊的，都是我老伴儿干。他的确比你还要高大，所以摆放碗碟的架子都按他的高度来做的。今天他在外面办事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这也倒说得过去。那你为什么要将原本放在这里的菜牌移动到这里？对啊，为什么呀？就是为了掩盖他来不及销毁的证据。这酒馆里真正的老板，在我们来之前已经被你这个假老板给杀掉了，因为你来不及抹掉血迹，所以你将原本放在这里的菜牌挪到了这里，来掩盖血迹，所以凶手就是你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你是经过易容改扮的。